有人进来，有人。小鱼，什么叫给压力啊？不是让他走啊，防上去啊！12，没问题。太聪明了，愿意靠自己。小鱼，哎，好了，没有5秒，别着急，找快步，好了，这行。这儿，然后你就拽他这个点儿，让站吧。哎，咱明天买。行。哎，有挡换啊，有挡交流动嘴，有摆脱，有挡换交流动嘴。这，他这不就挡上了吗？我摄像头在，这。小鱼，你过来。我们防守用什么？防守？用手呢？想一想。你那掰着你就来这儿坐。脚啊，脚。然后小鱼，你不防他，他媳妇儿就防他。挡一下，小铁勤快，一点。小鱼下，给你们问一下，乐乐，说刚才是哪个犯规？啊30，好嘞。这个肯定是我的呀，小布。多秒，走到现在接不了，不行。喜乐是靠自己推进的，要什么？要不进干嘛呀？先展这一场，给人看。几号哥？0号哥。好嘞。2个，这边1个，这3人头。防你自己人。你防8球是我。下去。
飞奔，往手上，那你下手的话， 24